来啊，欢迎大家继续给咱收看，好，OK， 好。是。来，今天我们的特别邀请到啊，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是纳卡西的我们的歌后。哎呀，人家说呢，如果说呢，最早之前呢，我们的江蕙姐姐有唱过我们的纳卡西哦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张龙龙姐姐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这一位了。太厉害了。两岸三地。没错哈，而且呢，对于这个闽南语哈，让那个两岸三地的人哈，对这闽南语有更深厚的认识哈，给它传唱哈，让我们的台湾的文化啊可以深入内地啊，是，真正袂歹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嘛邀请到伊本人啊，这个纳卡西天后，总共出了35张专辑，安鸟为吼，啊，跟他惊了死啊哈 ，OK 哈，好，来，接下来邀请到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来宾，我们呢。简美雀啊，我们的简大姐来演唱一句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痴情布地港》。来，掌声鼓励。是的，来欢迎我们的简老师。好，来，来老师，麻烦音乐请起。哈，谢谢。OK， 哇，这首歌哇是代表作哈，《痴情布地港》。地港，予阮心茫茫，出世在渔港，每日讨海心轻松，船的声音要出旁，想起着心爱的人，一生只爱你。为着将来爱忍耐，痛苦啥人知？虽然甲你分东西，阮也真忍耐。成功奋斗倒转来，期待咱的好将来。来，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原唱者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了我们的最美丽的老师0423380303，我们的巨星。布地港，予阮心茫茫，出世在渔港，每日讨海船轻松，船的声音要出旁，想起着心爱的人，一生只爱你一人，为着将来爱忍耐，痛苦啥人知？虽然甲你分东西，阮也真忍耐。成功奋斗倒转来，期待咱的好将来。痴情的布地港是咱的简美雀简老师啊代表作，而且呢这个出过35张的唱片，真正是无简单。今天特别来邀请咱大力天才，甲所有观众朋友来见面，来0423380303。想起着心爱的人，一生只爱你一人，
将来爱忍耐，痛苦谁人知？虽然甲你分东西，阮也真忍耐。成功奋斗就转来，期待咱的好将来。哎呀！